吞足机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感觉世态，伊煞去操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阻碍，千百里江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比之绝比之情较真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落飞。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味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我路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吞足机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感觉世态，伊煞去操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阻碍，千百里江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比之绝比之情较真的，看
卡吞足机着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哪里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感觉世态，伊煞紧像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卖，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黛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黛蒂。天空降水，波光翻飞，心比之绝比之情感淡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恋。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准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卡吞足机着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哪里嘟嘟嘟嘟，
囤足机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速拍的大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多。兄弟呀、兄弟呀、还债猪猪要来还债啦！我觉得我今天可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重训日，我真的是倍感欣慰，可是不包含我的重训餐。这样子看起来，这个分量其实真的还好嘛，对不对？对，但是对于就是朱蒂卡，就是对于葡萄干一颗毙命的我，才是你要我这一盒，我吃，为了你各位下方的爱，为了你各位下方的深沉的爱，有没有？这些深沉的爱，我已经分装成5等份了，对，分装成5等份了。然后今天我会在可以的话1个小时以内把今天的份把它做完，就像我们就把它当成说是练线深层的重训课，我们就是为期1个月吧，大概我是觉得上次是调配餐嘛，大概1个半月啦，我们就分6回，这不知不觉就成为了我们某个频道系列。某个深层的爱的系列之后，我还会把你各位深层的爱的系列弄成那个播放清单，这样好深沉。看看啊，我之前如果上一次你有没有看到我就是当场调配这个重训餐的话，你们有发现其实已经被我就是我们吃的，我们当下已经就是把漂亮的重训餐大概有稍微，因为毕竟要吃嘛，就是有破坏了一些，但是朱蒂卡的厨娘魂一样有办法在分装的时候把它分装的漂漂亮亮的，对，给你大家看一下，一样是分装的漂漂亮亮的，没错，朱蒂卡即使是分装也要负责啊，所以当天我分装完之后，全部急速冷冻，跟您各位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回馈的那个冷冻柜一样的冷冻柜，快点放进去急速冷冻，不然这个天气东西很容易酸败。没错，上次已经吃完当天该吃的量，我当场真的是躺晕欸，就葡萄干2、3颗就可以让我躺晕，这到底怎么回事？对，但即使如此，我还是就是努力的打起精神，把它分装的可可爱爱的。现在还有4盒在冷冻柜，等着我们下周的深沉的爱偿还，好不好？谢谢你各位，谢谢你各位，谢谢你各位啊！那今天我们待会我会先吃一些，然后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还债时数，然后当中会再补充一些，对，然后我稍微会抓一下啦，就是觉得说，当中如果我觉得吃太多的话，我可能就是会放着，等到结束之后，我再把今天的量全部吃掉。对，全部就是全部。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5等份。对，今天就是把1/5拿出来，这个这不是我福利熊吗？怎么今天的这个重训配信，我觉得我来的就是冷不防啊，我刻意有点早开台，怎么这个福利熊就怎么这么机灵的知道朱蒂卡要开台？一个坏消息，刚刚看到杀手提供的讯息，现在不能。我觉得脱葡萄干的福，我已经可以接受这个凤梨了。凤梨小鸡真的好可爱哦，凤梨小鸡真的好可爱。对，加上它的味道跟葡萄干比起来，它真的是好吃太多。就是万分感谢福利熊，对，
你用比较法让我就是重新可以接受凤梨罐头的味道。这葡萄干我现在暂时还是没有办法呢。那葡萄干真的暂时还是没有办法呢。对，等一下。自己 W 先生爱你哦，等一下你们都坏掉了。然后子弹年纪有了难免糖晕嘛。我是跟你讲，今天老娘不管8000岁、800岁，还是我们已经要5005岁了，对我基本上甜真的没吃这么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奇怪，我很爱吃蛋糕、点心类的，但葡萄干我2颗就糖晕怎么会这样子？对，老娘真是没想到这个葡萄干就有办法让我糖晕老娘真奶是喝8分糖老娘真奶是不糖晕的怎么回事？对，糖啊，这不是好消息，糖啊，我觉得旁边有那个血糖监控应该是标很高。对，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该购入了？我们现在开一个集资条血糖监控的那个仪器，你觉得如何？好啦，上次你各位已经帮我补满了，谢谢你们，谢谢。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尽量就是用健康，然后就是身体可以承受的分量，然后这些糖吸收之后也可以成为我的肌肉，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循环。对，所以这些葡萄干不怕，我一样会把它吃掉，在你们面前我比较有动力吃，不然就是依照这个我们福利熊听说又有下一批的这个状况下，我不知道就是那下一批可能又会被我放置 play 到500年800年应该都不会想开启它的这个状况下，下次我再想一下怎么玩你各位，下次让我再 think， 就是我把这些5盒还完之后，我再想一下要怎么处置下一批葡萄干，因为我真的没有动力去打开它，我光是1颗我真的花了8，1颗就没办法啊！薄荷，别吃瓜了，为我加油好吗？薄荷。这意思是葡萄干吗？不是，凤梨球不是不够的，够了，真的很够了，真的够了。以前蚂蚁人台南茶魔手吗？茶魔可以喝，你居然茶魔可以喝全糖！我天哪！我到高雄工业国茶魔，我只能跟你讲说无糖，因为它无糖就是无法再加糖，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茶魔真的是开我的眼界，你知道吗？因为茶魔前阵子很红，就是我朋友推茶魔的东西给我，我就茶魔这么甜，到底是什么鬼？到底喝什么喝？他说：“猪猪，你喝看看嘛！这个鲜榨乌龙山楂乌龙或者是那个什么青梅青那什么鬼？甜的要死！”我就喝一口就无糖，但是它好像有糖。我说这真的无糖吗？他说对，无糖。我说其实还不错这个山楂乌龙有淡淡的山楂的这个香味调和乌龙，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爽口。可是我觉得我喝到3分糖啊，你应该是点错了吧？应该3分糖吧？他说猪这真的无糖，我就不愧是茶魔，无糖是无法再加糖。真的，你们就是茶魔，我只推山楂乌龙跟青梅青这2个，你们点无糖根本就是已经是3分糖，或者是有些人不喝糖，他已经可以喝到5分糖的量了，你知道吗？哥布林先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じゃなくて今はこんばんはじゃない？こんばんは。对，所以为了你各位，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要还重训时数了。老娘今天还有非常多工作要做，在那之前说到做到。我们第一口3色豆就配下去，还配鲜奶油。我现在口水疯狂的在分泌，绝对不是因为我想吃它，绝对不是。いただきます。怎么今天的杀伤力好像就还好嘞？而且我姐妹知道我今天又要还债了。猪这个是那个清茶，真的是无糖。好，我说那个冰心茶王的，我相信真的是无糖。对，你不要买茶魔给我就好了。我那个姐妹她最近也跟着我的步伐一起去重训了。对重训真的治百病我觉得今天杀伤力好像我是不是因为我刚刚配着红萝卜一起吃的关系啊？因为红萝卜我很爱吃。我们再吃一口好不好？好像还好怎么会这样子？好意外哦，好像没有像第一次杀伤力这么强
先重训的话会不会更容易下口呢？我不知道但是重训之前我们也是补充一点稍微像这种高糖的东西，它也是方便运送，就是反正就是可以增肌啦，就是在那之前补充也是方便增肌这样子啊。子奈说是全糖居然是没问题嘛，比我还厉害。糖浆佐茶小料嘛，这个基本上我觉得不能再加糖浆了，因为葡萄干的甜度够高了。我再吃一口葡萄干跟红萝卜，然后如果我觉得这个可以下口的话，我待会再单吃葡萄干2颗看看。对啊，福利熊干得好，你让我完全可以接受我们的凤梨罐头了，它真的很好吃，因为跟葡萄干的味道比起来，真的是凤梨罐头好吃多了。葡萄干今天もしかしたら水分的关系吗？因为上次我们在调制重训餐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我那一天的葡萄干是急速冷藏，就是说我们那天就是你各位尊爵不凡的各位有进葡萄干总共不是378颗嘛，然后因为我知道说我过2天就要调配我们的重训餐了，所以我那天就是急速冷藏，我用保鲜袋就是捆好几捆，然后冷藏进去，我并没有冷冻。对，然后我们调配完重训餐，我自己也吃了，就是吃到我真的是快要往生的那一天，我也是快点耐着性子，快点把我们5等份的这个餐调配好，急速冷冻进去。然后急速冷冻现在退冰了嘛，退冰之后它就变得比较湿润。我发现湿润的葡萄干我反而可以接受湿润葡萄干突然它的味道变得比较温润比较不会这么刺。你们如果去买那种现场拆封的葡萄干，它就是比较干，然后甜味就很重，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它味道很利，它味道是非常利到就是会让我整个马上躺晕的那种。可是今天解冻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味道变得非常温润等一下，我再试2颗，我这次不要配红萝卜，比较有葡萄干耐性的，搞不好冷冻之后找到方法嘞。好主意，想知道还有什么？我跟你讲，我无敌了！我跟你讲，老娘这次的这个深沉的爱重训系列过去之后，我真的无敌了。我这世界上真的没有什么不敢吃的了，真的。对，我真的就这世界上最怕的就是葡萄干。然后你要说好凤梨，现在我们托福利熊的福，现在我们已经找到方法让我可以接受它了嘛？我还有什么三色豆？其实我不是不敢吃，我只是觉得他妈它不是可以吃。不是，对不起，就我不会主动去吃它。但是这3个东西基本上我没有像葡萄干这么的惧怕。对搞不好就像有些酒要冰才好喝，那我们现在再把这个比较湿润解冻的葡萄干，我再吃一口。真的它解冻之后的味道变得好温润哦，它解冻之后的味道就比较不会这么腻了好快乐我今天是快乐的重训餐结果解冻后的葡萄干是可以的。真的，对，宵夜哥伊拉塞真的薄荷，真的，我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惧怕的东西了。你看纳豆我也爱吃嘛，还有什么就是可能大家可能会惧怕的纳豆，还有什么臭豆腐也很好吃啊。还有嘞，就这个嘛，这个解冻之后味道变得超温润的。那么现在我要重训以前，我们再来吃这个。凤梨、葡萄干、青豆，托你们的福，居然用解冻的方式，我很像，居然葡萄干是已经变得可以入口嘞。8月他哇先生伊拉塞，太棒了！感谢我的厨娘魂，不允许任何的食物腐败。感谢我的厨娘魂，马上让这些保鲜盒里面感觉看起来不能吃的东西急速冷冻。现在解冻之后，我发现它们可以吃了。等一下鲱鱼罐头是什么？
是什么啦？公阿鱼有啦，是公阿鱼那个。为什么飞鱼看起来不能吃？飞鱼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哎，它是有什么味道吗？又称西林鱼，哎呦，我们家那个西林虎虎鱼哦。等一下，为什么鲱鱼罐头大家会觉得很可怕？鲱鱼罐头有什么味道吗？啊，鲱鱼罐头有很可怕吗？我突然觉得我好无敌哦！我突然觉得，居然解冻后的葡萄干是这么温润的味道，好像没有问题了。然后鲱鱼罐头又是什么？鲱鱼罐头不好吃吗？苦瓜完全没问题，是安怎？苦瓜汤真正有够好啉的，苦瓜排骨汤哦，我定定在控。我常煮苦瓜排骨汤，而且苦瓜它本身它的甘甜味，小时候不敢吃，但是现在长大你发现它是会回甘的，而且你加那个小鱼干，或者你真的可以加几块苹果进去哦，甘甜好不好？对，为什么？对啊，为什么薄荷上香了？才属于拉塞。鲱鱼罐头怎么了吗？很可怕吗？小欧经理说很刺激，世界最臭的水，不要，真的假的？鲱鱼罐头呢？对，鲱鱼罐头为什么它很臭？等一下，鲱鱼罐头臭。鲱鱼罐头因高盐度与脂质氧化，带有浓郁的辛香味哦，类似发酵的臭豆腐哦。但是 ，Oh my god， 是假的 ？No， 可是我蛮好奇的，因为我本身很喜欢纳豆味耶，我本身很喜欢臭豆腐跟臭臭的纳豆味，纳豆基本上是我爱到不行的食物，所以怎么办？我反而会很好奇鲱鱼罐头。好啦，我先吃这个凤梨。这些福利小好好吃，我可以吃了，好好吃哦。那加鲜奶油好好吃啊，好好吃哦。今天的重训好快乐，它会让你做出来，你真的觉得它很臭很恶心，很可怕吗？很罐头 ，Oh my god， 真的这么重？然后唱嘛。我就问，有比你各位上次我们一起开箱的那个咸酥鸡面膜跟卤肉饭面膜还要重吗？我真的3天房间里都咸酥鸡的味道哦，不错哦。生化武器吗？这些展场有人乱丢，警察居然还出动警察哦！天哪！居然是尸臭味吗？这就很难定义了，因为像虾酱也是有人说喜欢那个腥味，是不是？好吧，这种东西就是朱蒂卡不尝试，永远不知道我这到底是不是喜欢。但是呢，接下来我要吃我最喜欢的芋头啦！好好吃的芋头！我的芋头现在跟这些葡萄干冻在一起，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了，因为葡萄干现在已经变得很温润了。它是好的葡萄干，它变成好孩子了。它刚拆封的时候非常的锐利。他那个时候的当下真的是很叛逆，他当下的叛逆期还好，我们经过了冷冻库的调教，他变圆融了，他变温润了，他变成好孩子了，我好欣慰啊！芋头果然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好好吃。那颗鲱鱼罐头在外面，然后带一个备用鱼 ，Oh my god，Oh my god。真的味道这么重吗？真的假的？可能店先生说，可能要到换房间的程度。福地熊说，开换方式错误，你房间感觉……哦天哪！好，如果哪一天我真的不幸收到了，哪一天我如果真的不幸收到了，我先到客厅外面开我先荼毒一下屯妈，这样可以吗？好，让屯妈增广见闻一下。这是我们面线的爱，所以一定要给你看一下。对，毕竟你是我敬爱的妈妈。都开始造谣。我觉得无敌了。这个湿润的葡萄干很像，它让我想起了，就是因为葡萄干很干，
味道很锐利的那个刚开封的样子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它现在这个样子让我去可以想到我可以接受的那个莓果，例如蔓越莓，它现在味道变得很温润，对，太棒了。不要这么狠，阿翁对冰哦。好，真的假的？真的是味道这么重哦？还是说我一开始开罐的时候就慢慢的把它扭一个小洞洞呢？扭一个小洞洞那种感觉呢？可以吗？有人要搬啊！真的味道这么重哦，所以它真的是会影响到，就例如说，我今天已经大门锁死了，但是其他邻居可能也是会闻到，会这样子吗？会变成这样这般田地是吗？哦，天哪，那还是算了，我要被推个大赛，不行哦，不行，那还是不要了。就是其实怎么讲？先说，我其实蛮好奇的，甚至蛮想尝试的，但是在我们家的环境必须要100%卫生整洁的这个状况下，可能先不要好了。对，因为就如同之前高阶会员尊爵不凡的长文公告一样，对，本频道的高阶会员的回馈基本上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受到很多保障的嘛，对，就是各方面就是猪猪已经超前部署了，都帮你们想好了，对，所以基本上呢，我希望我们家还是维持不要有奇怪虫虫或者是奇怪味道的状况，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最近食安问题层出不穷嘛，那算是卫生局大概都会抽样稽查，就是说我们这些制作点心的地方，就是有登记的这些业者，我们就是有机会被抽样到嘛。对，老娘现在是对本频道的居家整洁非常非常的有信心，就是卫生局大大随时过来抽样，随时都可以过的状况下，但是非议关头，一旦这个好奇心害死猫的状况下，万一引来了非常非常多奇怪的生物，就一瞬间趴着朱蒂卡就不能做高阶会员点心给你们吃了，你们知道吗？我想说，好，我这个好奇心，如果哪一天我真的收到的话，老娘在外面开。我想了一下，可以开这个地方，然后可以顺利掩饰奇怪的那个味道，大概就是西子湾了，好不好？就西子湾，我对不起你，我开了之后，我尝了一口，我会把它带走，但是带走之后，我可能还是不会把它带回家。对，梅布爸爸伊拉塞。哦，好 ，YT 影片有吗？不利手，好 ，OK。7天7夜的程度，真的假的啦？就7天7夜？哦，天啊，太夸张了！生化武器好可怕哦！请突突其他工作室吗？不是，本人生性温润，对，和平和善、公平公正公开，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人需要被我陷害啦，对，所以这个状况，我觉得哪一天如果我真的被您各位尊爵不凡的大佬赐福了鲱鱼罐头，这个对，还好我们有在线上先进行这个非常理性的讨论，我就不在家做尝试了，毕竟我们家现在是一个非常安全。对，就是优良公开制作的一个场合哦。对，所以我们要涂就去涂西子湾的生物，不会引来，会全部逃离这样。而且味道恐怖，应该是反而不会吸引到其他生物，就是我担心邻居觉得说这是怎么了？我们家发生什么命案的，让我埋尸体是吗？西转可能会有人报警。那这样的话，你们还是暂时先不要寄过来好了，谢谢。不然我看了这个好奇心害死猪。我对吃的东西其实真的是很执着，你知道吗？就是没吃过，老娘就想吃看看的这个好奇心驱使之下，可能还会开启它。对，真的潘朵拉的盒子，你知道吗？所以特别推荐冰鹏鹏的影片，请公告西左岸开箱，变入过什么？老娘打死都不公告，怎样就不公告？我就要偷偷来，怎样？公告的还得了？公告我就被抓走了。好，各位尊爵不凡的面圣们、大佬们，猪猪时间差不多了，时间来到了差不多好12点，我们先来开启重训。今天的重训，我觉得我们就慢慢进行，然后到大概1点就差不多可以结束。好，这一盒我今天会把它解决掉，它味道变得非常的温润，
我很安心，我很放心，我安详了。对，然后重训开始之前，不免俗的工商服务时间，怎么办？我说就好心虚。好啦，工商服务时间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文化部爸爸的加持了齁。那目前没有意外的话，大家应该都有收到，陆续收到，就是3月份我们很漂亮的春分明信片了，应该都陆续到你们的手上了齁。那不嫌弃的话，如果你们有继续加入我们4月份的150块以上的会籍的部分，对，那目前的话齁，我们表单也开放让大家进行填写咯，只要您是150块以上的会员，好，基本上您填写就有资格收到。对，那目前啦，我们之前原本是跟伊藤先生在聊说，有些大佬们可能不方便用那个就是邮局收件的部分，对，但是我们就是考量下来，担心伊藤先生那边事务太繁忙，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就是统一，就是用邮局出货，对，邮局出货，对，但是某一些大佬，我知道你们哪一位是不方便邮局收货的，我自己会默默帮你们填上全家收件的那个店到店的店铺，所以那个不用担心，大概是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那当然高阶会员是由猪猪这边处理，对。但是如果您是我的尊爵不凡最昂贵的600块经理人，或者是主讲，或者是现在就刚好是150块的台湾话组员的话，请记得自行填单，我们只认单不认后台，好不好？大概是这样子。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嘞？还有就是那个猪猪的，我看一下。好，猪猪的周边卖场平台现在也在下方资讯栏了。目前这个很多的周边商品持续热卖中，那是最后的现货了。当然，这个是选猫老师签名给我的，这个是当然是猪猪才有的啦。但是你们如果对选猫老师画的这个香香图有兴趣的话，欢迎去购买我们的悠悠卡。然后我们的立牌，还有就是我们韦忠诚老师替我们绘制的这个书签的部分，好，还有其他零星的一些周边，目前都还在我们的下方资讯栏的周边卖场，欢迎大家都可以过去挑挑选选。那未来周地卡目前已经要进入我们算是4.0的算是筹备阶段嘛，其实也筹备差不多了，但是我的生日周边目前在努力的就是进行，就是可能打样啊巴拉的，那未来也是会上架应该是会在同一个卖场，对，所以未来大家如果就是我们今年的生日季，就是我们周边上架，然后其实其他的一些零星的周边也欢迎，就是有兴趣的话一起带走。对，因为零星的周边我基本上就真的不会再加印了，因为我未来我还有好多的周边想出给大家，对，所以未来以新的为主，对，我们旧的就对没了就真的没了，就大概是这样。对，我想一下还有什么事啊？没事，小林宝贝，我今天很需要你，但是猪猪自己会努力先记好数字，对，然后水灵晚一点点，刚刚有对我今天居然对于解冻后的葡萄干可以接受，它是解冻哦。我刚吃下去的那一瞬间很想哭，可是吃下去之后发现奇怪，它怎么感觉味道不一样了？就是不是那么的刺口，就是它变软之后味道变得很温柔。它解冻之后味道变得超温柔，完全不刺了，它的那个锐利的感觉不见了。没有，我没有说准备他完，你不要造谣。哦，燕大伊拉塞，欢迎来到迪卡冰德。我等一下，为什么连水灵宝贝都知道鲱鱼罐头？我没有想吃鲱鱼罐头。是小新老师，欢迎来到迪卡冰德。哦，小新老师，我迫不及待让大家看到你完美的建模了。我们的建模基本上就是在5月25号公开，我们小新老师非常完美的建模。对，我们小新老师真的是，因为你知道朱蒂卡的那位非常尊爵不凡的爸爸 LF 爸爸画工就是非常的细致到建模老师很痛苦，直接讲出来。对，所以小新老师这次真的也是绷紧神经替我们从头到尾都很细致的建模了，我真的也是好迫不及待，好想快点公开给大家。但在那之前呢，我们今年的生日季猪猪这边开放收礼物咯，好不好？只是我传单一直没做出来，对不起，好忙。但是我的邮政信箱基本上，DC 有吗？如果你们
已经有我的邮政信箱了，然后今年也想就是可能让猪猪收个礼物的话，其实不管是卡片啊、小礼物什么的，猪猪都很开心。希望你们不要花太多的钱。对，主要就是今年我们真的可以稍微恢复以往的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好好的庆祝生日了。去年是因为希望大家好好存钱来充我们的募资，但我们的募资一转眼真的也真的完成了，也成功了。那今年度我们一样回归到以往可以大家一起打打闹闹的这个方式。好棒哦，这个变好吃了变好吃好欣慰，变好吃了。对，然后除了今年度开放收礼物之外，好啦，你们等我把那个传单做出来啦，我不知道这礼拜有没有把它做出来。总之开放收礼物，你们可以先，如果想要寄礼物给猪猪的话，可能可以先撰写卡片，或者先挑起来。好，然后邮政信箱知道都知道，就是那个老信箱啊，不知道的话，等我那个传单抛出来。对，还有，就是我们今年会有新衣装预测，对，这个我还是想说放出来给大家玩一下。对，然后知道大家其实都很忙，就是因为猪猪频道大家基本上真的都是熟男成疾的你们，对，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空去涂鸦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挺有趣的，不晓得你们到底会涂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还是会把那个剪影放出来给大家一起玩。然后我们的新衣装预设的单子呢的宣传 DM， 其实吴昕老师已经做好了，他妈真的超台到我真的快疯掉是很赞的台，并不是那个牛妈会生气的台。牛妈先不用担心，好不好？好美的猪吗？谢谢，好美的猪吗？你是说这张吗？还是说正在努力的吃着我不爱吃的葡萄干的我很美？我觉得我超美，好不好？小象是别哭，小象老师乖，小象老师，对，你的泪水会幻化成珍珠，好不好？眼泪是珠珠，都是我的。小象老师辛苦你了，如果你5月25号有空的话，欢迎来让大家拍拍手一下。没错过的话呢，还有办法记录吗？今天一早就加班吗？辛苦了，谢谢水灵。那猪猪等一下也会努力帮忙记录一下。然后一鸣拿下来这午餐看起来好吃一鸣，我觉得你也像有点误会了，葡萄干是这个世界上不能吃的东西。这是我们家面线替我调配的中序餐，里面可以吃的东西除了葡萄干以外，其他都可以吃啦。三色豆这个东西虽然说我不爱吃它，但是比起葡萄干，我真的觉得其他东西都好好吃哦。但是经过了急速冷冻之后，它真的变得很好吃，它变好吃了，我今天一定可以把它吃完。对，然后如果翻一下，搞不好可以找到那张大碗，你为什么不？大碗，你为什么会？好，不愧是我们家真的是元老级面线汤啊，已经泛黄的汤啊，它是泛黄面线的。你知道的太多了，汤啊，你知道太多了，你还有什么遗言，汤啊？对，我此话一出，就知道你可能看不见明天的太阳了不是威胁他，只是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魏晨对，一鸣，这绝对是你误会了，这个葡萄干的但是它急速冷冻之后，我现在解冻它真的变可以吃了，它真的可以吃了，好不好？好，大概是这样，然后最后就是呢，我没有置顶吗？等一下，我没有置顶上去吗？我看一下今天要置顶什么？该置顶的东西了，但是我看一下要置顶什么。我们来置顶一下，看一下，这是猪猪卖场吗？还是？好，看一下，我置顶这个好了。然后也感谢6月老师持续开发我们的绿界的这个互动平台的部分。绿界的互动整合平台目前就是蜘蛛置顶上来，然后待会如果你们有抖内之类的想要玩一些绿界老师的这个下面就是非常下趴的这些亮亮的东西，我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提醒蜘蛛一下。对，然后我们的整合平台我看一下，目前应该不会再当掉了吧？太棒了！我们整合平台目前，我们这个福禄寿的金子与你们永相随，好不好？我们福禄寿招财招富招贵人，好不好？我们抖内一次千里万里大富贵，安尼好不好？好啦，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看一下好了，我真的要去重训了，不能聊天了。
什么王老师下面啦？你又卖了王老师下面？不是啊，不是这个不是哦，这样为什么要强调真的可以吃？不是大姐，就是我努力了，对，就是毕竟我不能逃。但是我发现他今天真的变可以吃了。为什么大姐？你听我说，原本我认为我今天应该会哀嚎一整天，甚至我觉得我今天可能又要躺晕了。但是很不可思议的是，我当天不是躺晕吗？吃了2-3颗马上躺晕，但是我还是耐着性子分了5等份嘛。5等份分完之后，马上急速冷冻到您各位尊爵不凡的冷冻柜里面。然后呢，今天我解冻它，我发现这个葡萄干变湿润之外，它的味道完完全全变得很温润，它不再尖锐了，它不尖锐了，居然我居然可以入口它了。我刚吃了这么多颗，我现在完全没事。遥想我当天在调配重训餐当天，我才吃了3颗，我马上晕到不行。那个真的是我防不了，那个真的是很不舒服的糖晕，3颗而已。对，但今天我目前为止应该吃到快10颗了吧，我没事。找到方法了，对，找到方法了YF 先生，我就说，看看你们对我做了什么，看看你们对我做什么哈。YF 先生讲到这，我真正是正想要去白沙屯妈做遐的，不过这礼拜卡无用，我咧想讲拜六还是礼拜会当去一个吼，会当去看卖啊一个，因为恁刚知影我头拄啊透早的时阵，我就是咧看迄白沙屯妈做的线顶的迄个直播，而且啊，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好，应该是2023年猪猪收礼物，我记得应该也是收礼物的配信，应该也是生日季的时候，猪猪有收到白沙屯妈做的鸭教经，对，那个是阿月饼，他特别。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去追，但是我记得他那一年应该有去追，他就带了大概4-5张鸭教经回来给猪猪。然后我刚刚就拿着那个鸭教经，然后就觉得哇，时间过得真快，孩子都大了，也不是我在讲的，就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你看3年过去了，然后这个鸭教经伴随着我之外，我给你们看哦，很巧妙的是，刚刚早上我在追白沙屯妈祖的时候啊，他们刚好经过了，就是阿月饼。给我的那个鸭教经的，等下，我找给你们。因为阿月饼它那个鸭教经的那个封面是丰康超市的，对，然后刚好就是妈祖的队伍的教班啊，刚好就是经过丰康超市，对，所以我就刚刚快点把那一幕快点照下来，我觉得天哪，这太巧妙了吧！等一下哦，我下载一下照片。就觉得天哪，真的是缘分哎，太巧妙了。好啦，我真的要重训了，我只是很想跟大家聊天，就每天一堆事情就想跟你们讲这样子。来这里，我不是下载了吗？等一下，我不是下载了吗？等一下，我不是，对啊，他是去哪里了？我不是下载了吗？他去哪里了？他被我下载到不见了。等一下，你为什么要不见？他被我下载到哪里了？他不见了。等一下，他就跟那个北沙屯妈祖一样，就是头期永远追不上呢。等一下，去哪里了？奇怪，明明就在下载区下载下来就好了，但是要去哪里啦？等一下，对不起，我存到了对不起，我存到了迪卡4.0系列的那个图档委托区，对不起，对不起，我找到了，原来他跑到我4.0区了，不好意思。给你们看，就是他刚好又经过了丰康超市，然后这个是2023年，像是阿月饼他特别就是
寄过来给猪猪的压轿金，我现在还一直放在身上。然后刚刚教班刚好就经过了丰康超市，我觉得啊，好有缘分哦。哎呀，我一套炸的弟弟看，刷定的直播哦，今天有够触鼻的。对，就是这个礼拜当然是工作为主，但是我在想说礼拜六跟礼拜日如果有空的话，对，大概是这样子。当图案老师下面什么啦？对，我就应该吸饱汤吃了吧？对，然后它也变好吃了。走走伊拉塞，把彩彩关进冰箱，刚刚他们说不在尖锐，那才没救了。我们下一位，直接放生。我跟你讲，那场真的没救了，你知道吗？没救了。趁他不在，狂臭他；他在，臭爆他，就这样子。我看你身体，因为那3颗已经适应葡萄干了吗？刚安呢？牛吗？围城伊拉塞，糖晕正常啊，你弄燃料转回糖类，当然又晕了吗？真的吗？所以等一下我重训完，如果又吃的话，会不会等一下又晕了？对，孩子都3岁了，没错。恰恰伊拉塞，然后跑干还没结束吗？身后何止还没结束，他有5回啊，5回知道吗？我分了5回，然后配合我的重训，然后我现在还没一下重训都还没做。下载区，水灵宝贝，对不起，猪猪姐姐又耍蠢了，以前是妈祖的指引这样子，刚刚还不是宣传的时候。好啦，我找到了，对不起。对，哎呦，早上几套炸的这些浙康葵，我们那个4.0，只要有个胖给胖五吧。嘿呀，我们4.0要委托给大家各方面生日周边。我跟你讲，这次真的又是台到爆、美到爆，好不好？对。整理那些花很多时间呢，哎呀，边滴妈祖边追妈祖边整理这样。好啦，外父先生来可以午休，我请假被开戏哦。我待会就是可能会边重训边补充。那么接下来我今天的目标呢，我自己有打在下方资讯栏了。我今天的目标，我们分成5等份的话，我看一下。今天的目标我是设定。有4组的棒式，每一组32秒，对。然后今天的深蹲是150下，然后接下来负重6公斤深蹲是，好像是12下，对，12下，我看一下，没错，大概分5等份是这样子，对。那我们今天就来慢慢进行，我就。以重训为主，对，因为强度有点高，也不算啦，其实大概就是1个小时，大概差不多，但是要聚精会神，这个就要乖乖了。然后我上次的深蹲，就是我觉得我上次因为桌子跟床的距离太窄，所以我觉得我姿势有一些不太正确，就很怕伤身体，所以我今天会变成侧身。对，原本我是面对那个嘛电脑，想说面部可以抓到我的脸，但是我觉得我侧身这样子，我的臀部会比较有更多的延展空间，姿势会更正确。这样，对，所以我今天会侧着做。如果说面部没有抓到，就让它没抓到没关系。吼，好，大概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好啦，12点18分了，真的很多话，朱迪卡，深蹲呢。好，我把麦克风拿到旁边去。一样有铺瑜伽垫，然后这些周边目前一样在平台热卖中，有兴趣的欢迎任挑任选，慢慢挑选，慢慢挑选。里面唯一没有的就是胖次娃娃哦，我们胖次娃真的成绝响哦。然后但目前这些是都还有的。哦，这边好。好，中训期间我们面补就 Lady Go。一下，
没错，唯一没有的是胖次娃娃，胖次娃娃。哎，6公斤，马传后喝谁啊？我们先从6公斤负重深蹲12下开始。7、8、9、10、11、12。OK， 我们完成今天6公斤负重深蹲12下。你们到底对电先生做了什么？我发现他最近非常的笼络于你各位的胖次话题。塔瓦是不是你教的？塔瓦你太可疑了，塔瓦。我们电先生是把我们仅剩下的倒数第3只胖次娃娃带走的爸爸。我相信电先生应该是会好好照顾他的，但是为什么电先生传来的照片是把胖次当成皇冠？怎么回事？啊，负重12下，其实一开始这样简单啦。那接下来我们接着棒式，32秒，喝口水。朱莉卡棒式。哦，这个葡萄干真的变得好温润哦，它变成好葡萄干了，太棒了。棒式，等一下哦，我计时一下好了。等一下，我计时一下哦。没，啊，找到了。好，32秒，预备。Go。
哎呀，OK， 32秒结束。哎呦，猪猪的放肆假面是吗？被第七组影响，合情合理。第七组，他哇真正是第几组，轮不掉呢，小环贝。对啊，变成皇冠了。小天一拉下来，结果不出现在人类面前的葡萄干才是好的葡萄干，没错，没错，没有错。交易的伊拉塞，ズキカワさん伊拉塞。好，接下来我们。我看一下哦，深蹲50下，没错，这个比较硬一点，一下要50下，但来糖分加持我一下，糖分加持我一下，很棒，它成为了我的助力，原本不能吃的东西居然可以吃了，很棒。来50，掉50下来，补充起来就对了，大口大口塞，可以，好，好，大口大口塞就对了，有加凤梨罐头汁，我在想应该它连凤梨罐头汁也吸收进去了，所以它这样变得很善良。这一批葡萄干染上了凤梨罐头汁之后，它变善良了，非常善良，好吃的。吉卡，我喜欢你，我觉得那微笑说什么说好棒的珐琅质，我觉得这是还不错的称赞啊。看出热爱葡萄干倍感兴奋，你确定吗？但是我现在发现它已经可以见底了，我还蛮欣慰的，开始可以见底了。为了你各位尊爵不凡的大佬们，我会把它吃完，我会。来，接下来深蹲50，预备备。再吃一口，我觉得我有抗性了，我就要再吃一口，我就好像这个时候有点抗性了，不错。好，我的睡体。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OK，先到25。
好，先到25修一下。我的水在这里，没有不见。打算在试完冰过的葡萄干之后，试试看刚开的葡萄干吗？不要，我多你妈死！我觉得我的生命值应该就会马上低落下降。葡萄干跟罐头凤梨很好吃。生蚝，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夏威夷披萨的理由。葡萄干也不要，不可以，好可怕。好过的吗？夏威夷披萨跟葡萄干比起来是勉强可以，所以烤过的凤梨可以，只是葡萄，我好不容易找到我可以接受的方式了，不行不行，我现在维持这个方式，我再尝一口，维持这个方式，我再尝一口，对，如果我方式，我们不要再给予其他奇奇怪怪的方式，可以吗？然后就维持它的善良就好了，可以吗？你看他这样多善良，我还有办法一口接一口的，超级善良，而且是超级善良大口。所以我们不要再刚刚喜欢喝甜怪怪的方式了，好不好？就这样。这里面怎么有籽？等一下，我为什么咬到了有点硬硬的东西？好吧，如此善良的他，就这样就好了。我们如此的善良，对，现在的他变善良了，我们就不要再让他再有更深层的罪孽了。哎呀，烤得不错，好可怕啊！对，果然这样子是可以被接受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还有50。今天重训完之后，猪猪再看要不要继续开工作台。如果有些工作没有办法开台就算了，因为有些要录素材啊、录音什么的，可能就比较没办法。好。继续50下，好棒哦！它开始见底了哎！我是棒棒朱蒂卡，太棒了！16、17、18、19、20、21、22、23、24。OK， 很棒，斯巴拉西。补充水分，很棒。这不是我们的小喵喵，伊拉塞，小喵喵，你早上的时候怎么在 DC 被关注了？是发生什么代志了咯？小喵喵，好，很棒。接下来，棒式32秒。
想我回一下工作讯息。山东强猪猪，普通水分配葡萄干绝配，可以。抖内发生什么事情吗？就下面这一排就这样，因为支持一下六叶老师免费开发的抖内小系统。好，葡萄干可以，葡萄干。我要先把最魔王的这些葡萄干解决，待会再来享用我最喜欢的小鸡还有芋头。可以，它变乖了。这个，变乖了。它会炒葡萄干了。可以。炒葡萄干就应该让布蒂卡好好的吃的。好好吃。再一口，我们来棒式。好，开始见底了，有没有？越来越见底了。好，接下来。荡式32秒，预备备，我调整一下哦。荡式32秒，一小。开始。一小，继续又回来了。我觉得好不容易找到了它变成温润葡萄干的方法了，何必再去尝试纯的葡萄干呢？难怪我可以接受那个酒酿的那个莱姆葡萄夹心饼干，我就觉得那个超好吃的。对，因为葡萄干吸满了那个莱姆酒，就觉得超可以接受的。原来是因为这样我才可以接受莱姆葡萄饼干，但是没有吸汁的纯的完全不行。像它这个已经吸饱了凤梨汁，它变得非常的和平，太棒了哦！还好有凤梨汁，还好福利姐有寄凤梨罐头给我，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吃完它。我们这1-2个月过去，我就有肌肉越发发达了，你们就给我小心一点。如果今年还有1拳特点的话，你们给我好好等着啊！你们给我好好等着啊！老娘就来期待一下今年是不是有1拳特点啊！
谢机器人也上工帮猪猪宣传猪猪的周边卖场，这些在周边上面都还有，这些在周边上面都还有，欢迎大家可以去慢慢挑选哈。还好有凤梨汁，真的是好险有凤梨汁，下次不能寄凤梨。我跟你讲，凤梨罐头在我家还有好几罐，它是我的救赎，知道吗？当初说我害怕凤梨罐头什么的，真的是讲得太好了。我当下真的很害怕，但是没想到它成为了我的救赎。来，接下来50下，第二组50下深蹲，来。OK， 准备一下，调整呼吸。调整呼吸，吃一口葡萄干，吃一口葡萄干。呼吸，为什么我老是咬到那些什么籽的感觉？等一下，老是咬到有些葡萄籽。好，东西拜拜。50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 OK。消暑片刻，25，水分，哦，太棒了！再一口葡萄干，再一口葡萄干，好好吃，好好吃，北风力罐头9出的葡萄干，葡萄干，北风力罐头9出的葡萄干，我觉得我一直咬到应该都是葡萄籽啊。很棒！我发现我越吃越大口了，很棒！好像有凤梨罐头真的太棒了啊！这口里面有香菜，这口里面有香菜，那冻坏的香菜，好棒！好，接下来，下一组25下。我没有很爱吃葡萄干，只是我很开心它变成了可以吃的样子了。
OK， 哎，进度还不错哎。我们居然，天哪，这不可思议耶！我把小鸡移动到最上面。还有我的救赎芋头啊！现在呢，我只要把下面这一坨葡萄干吃完之后，我就可以享受上面的小鸡跟芋头了。对，我要这样勉励自己。再一口，我要这样勉励自己，我就快要可以吃小鸡跟芋头了。我刚刚好看芋头了。好 ，OK， 来，还有25下啊，准备一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哦，休息一下。哦，救命！继续喝水，补充水分。再一口，快点把它吃完，就可以享受后方的小鸡跟芋头了。后方的小鸡跟芋头，我就快来了，等我。哦，我就，天哪，我真的好棒哦！一口气也吃太多了吧？看样子接下来你们暂时应该听不到我吃葡萄干哀嚎，有凤梨汁的救赎，我觉得我重生了。因为它变得比较好吃了。那个，好大。你们等我一下，我再装一些水过来。
又回来了，接着是棒式32秒，棒式32秒像第3组是不是？哎，我像棒式32秒做到第3组了吧？除了有人力奇了什么奇怪？我有立什么奇怪旗吗？我觉得有凤梨汁救赎我，我真的对于这个葡萄干觉得抗性增加了，真的啦！你看已经见底嘞，真的抗增加了，然后再配一口玉米，真的啊，抗性增加了，超赞的好不好？等一下，我怎么又咬到？我觉得那应该是葡萄籽，里面好多那个是沙子还是葡萄籽啊？救命！好，接下来我们来棒式，我记得这应该是第3组。是不是有了凤梨汁，我重生了？那再加金金芦笋汁，不然再加个金金芦笋汁下去啊！开始金金芦笋汁回血条这样加下去。没有啦，我要来棒式了。对啊，我刚刚一直吃到一粒一粒，我想到这到底是沙还是什么？好，32秒计时器。哎呀，预备，开始。OK， OK， 说是这样说，我刚的确有点吃太快了。我先缓一下，刚有点吃太快了，救命！我开始在有点胀气打嗝了。好了，这些我等到做完之后再来补充。我现在补充水分。接下来深蹲，最后一组50次50下的，太好吃，太好吃了嘛！对，虽然说有抗性了，但是不得不说它还是挺激烈的。我很担心我被反扑我觉得我等一下可能会被反扑，救命！好，最后一组50下深蹲哦。1、2、3、4、5，打到桌子6。
7。好，我把我的签名笔放里面一点。签名笔。啊，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哦，OK。哦。等下还有最后一次25下以及最后一次的棒式。OK。等一下。汤姆先生，你为什么这么惊讶？你在惊讶什么，汤姆先生？这什么东西？看呐，我对它有一些抗性了，但是一下子要吃这么多，真是也还蛮激烈的。我觉得我抗性快过了，完蛋了！我觉得我等下开始哀嚎了。一次吃这么多，还是会想哀嚎的。来。再来25下。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5、4、3、2、1。OK。はい、おやすみなさい。おやすみなさい，生蚝。对，的确是猪之呼吸呢，你们没听错，猪之呼吸。哦，你说的是某个梗是不是？那猪猪可能要再去查一下。哦，很棒。最后只剩下今天该还的就只剩下棒式哦。妈，满身大汗，耶！这些东西帮助我运送肌肉，真是太棒了。1-2个月后，我如果肌肉又更加的蓬勃，你们真的要小心，今年可能有一拳特点的话，咱是对啦，知不？
我较注意啦吼。哦，对了，这个周边，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欢迎到我们的周边卖场。对，欢迎到我们的周边卖场哦。周边卖场在下方资讯栏，或者是我们机器人不定时会上工，把我们的周边卖场 po 上来哦。哦，哇，刚刚这有点吃太快了，等一下，好激烈哦！突然觉得这个量还是蛮激烈的。哦 ，OK， 我们机器人上工了，周边卖场售完不补。最后的周边的机会，然后也敬请可以期待一下我们5月生日季为各位寄出的生日套组周边哦，台味十足，又下趴又漂亮。来，棒式最后一组，32秒。哎呀！OK， 完成了。哦，天哪！哦 OK， 我们完成今天所有的重训项目了。哦，好，我把椅子拖回来，我们完成了，兄弟们。哦，哎呀，而且我收一下瑜伽垫，等我一下。哦，哎呀，让空间变得比较迷你，所以稍微要收拾一下。哎呀，不会的，我现在在室内，不会中暑，谢谢小天哦。我是咖喱妈妈。所以我这个重训其实只花了30-40分钟哎。哎呀，Double 老师，我也是千百个不愿意啊！可以的话，我非常乐于成为我们的芋头推广大使，但是怎么样？我都不可能成为葡萄干推广大使，对。但是我今天找到它可食用的方式，我居然把它冷冻完之后，它居然是变得可以吃了。它解冻之后变软之后啊，然后吸饱了那个凤梨罐头的汁液，有没有？它居然变好吃了，它没有像是刚开始开封的时候那般锐利，刚开始开封的那个味道真的很干，然后又很锐利，你吃3颗马上糖晕我上次的配线是整个一直在糖晕，好可怕。对，但是今天啊，它就是被急速冷冻之后，解冻后它变得软烂之后，它味道变得好温润哦，就是不再这么锐利了。安 ，double 是2倍，对我现在是满身大汗，但是还好，我其实这5次还债配信，我的强度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强。如果真的要再很强的话，我刚刚的重训50下，其中的25下我会配6公斤的负重之外，我可能还会加一些其他的花式啊，那个就真的是整个腿都要没了的那种，但是我还要留力气讲话跟吃这鬼东西，对。冷冻
熟成葡萄干。大宝老师，你下次可以尝看看，就是刚开封的那种锐利感，跟急速冷冻之后解冻之后，它味道变得很温润的差异。我很惊讶，它居然在我急速冷冻之后，然后解冻的今天，它居然可以入口了，我好惊讶哦！谢谢各位兄弟的重训调配餐，我们现在赶紧急速的用糖分来增加我的肌肉吧。增加两个肌肉，增加肌肉跟时间够了。而且我一直吃到葡萄干里面，不知道应该好像是籽还是什么，一直咬到，不知道什么鬼。补充糖分的时刻，增加吧我的肌肉。增加这些肌肉之后，我就看今年是不是真的有一拳特点揍爆你们啊！无地自容的肌肉们。我觉得我的抗性差不多了，一次要吃这么多，真的不是这么完蛋了。我先等一下。我觉得我的抗性渐渐消失了，怎么办？那个呢？要不然，我觉得它渐渐不能入口了。即使刚刚前半段我靠着凤梨汁还有急速解冻的温润感稍微有点挺过去，但是一下子要吃一整盒真的是没办法哎。怎么办？完蛋了！没错。等一下，他娃又坏掉了，他娃。马克先生伊拉塞葡萄干，对，即使吃到最后，我觉得我快没了，完蛋！臭斑斑熊，臭斑斑熊。揍也揍不到，依旧是这么神秘的福利熊哦。但是它会变成我的肌肉，真的，真的。朱蒂卡每天都绞尽脑汁在思考你们的心意，我应该可以怎么玩，很棒，我们完成了这般田地，我真的谢谢你们。好，请帮我吃，拜托。我就这些，我真的没办法。拒绝反抗，接受喜爱。不是不行，我喜爱的东西这边是分界点，我喜爱的是这一区，这一区很可怕，这分界点知道吗？他们是水火不容的东西，不能在一起。希拉多利跟伊拉塞，快了，朱蒂卡，你就快可以吃芋头跟凤梨罐头了，加油！妈呀！我跟你们说，我要是前半段没有就大口大口的吃，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没错，楚河汉界，不要过来！快了，朱蒂卡，你就快可以吃芋头了。你快！我跟你讲，师妹那份猪血糕鲜奶茶绝对可以吃啊！
那个绝对是没问题的，好不好？只要不要有葡萄干，我绝对无敌。大佬们，今天的量，最后一口葡萄干，我敬你们！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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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咬到那奇怪？哦，救命啊！牛妈，牛妈，我觉得你误会了，牛妈，牛妈，精神支柱，谢谢。牛妈，我觉得你应该是误会了什么。别人你拉起来，我还在暗自窃喜。今天我很像找到了一些葡萄干的抗性，但是没想到还是这么的吃力。我明明是在痛苦的哀嚎，你到底是想到哪里去，牛妈？你知道超痛苦的吗？痛苦是比较出来的。于是，我总算可以好好享受我的小鸡凤梨了。有多汁啊，又好吃。好美味哦！小鸡凤梨变得好好吃哦。小鸡凤梨现在要变成我的鸡肉了哦，高糖分的小鸡凤梨，太棒了！因为觉得我老婆操课很辛苦啊。至于这个是什么课啊，那个牛妈这个我们就不好问了啊。哦，他娃说放久了慢慢退掉了吗？你是说那个温润的感觉慢慢退掉了吗？我也不知道哎，就不可思议哎！我这辈子吃，我觉得我这辈子吃的葡萄干大概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深沉疼爱的重训餐了吧？我大概不对，听说后面还有一批干。我现在吃芋头洗我嘴巴。哦，亲爱的芋头把你留到最后真是太棒了。所谓的先苦后甘就是这一回事吧。我的芋头变得好好吃哦。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呢？芋头放在后面，我重生了。天堂来了，对，我的天堂啊！所以啦，花虾吹了，朱迪卡完成了重训 and 重训深层餐 Part 2。我们后面还有4次，谢谢大家。哦天哪！哦，感谢台湾清茶。哦，救命！哦天哪！我真的觉得，我只能说谢谢大佬们的疼爱，我真的是万分感谢你们，可以让我分期付款，不然我真的整个人要没了，你知道吗？发现刚刚大碗的碗底很喜恰恰，再来一碗。刚下落啦吼，恰恰，吃了啊啦，水开啦，吃了啦，麦哥来啊！下周待续，下周一模一样的容量，下周一模一样的容量。我把我的壶铃搬下去。
哇，救命啊！哦，那时候的我开心极了。此时猪猪发现刚刚那碗碗里有样子，再来一碗我咖喱。没啦，那我咖喱，我咖喱嘛没嘛的，耐热温度90度到-20度，够下。哦，加有虾，我看到不？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 ？Made in Taiwan， 碎啦！不 ，Made in Taiwan， 碎啦！买到台湾货就是爽啊！谢谢，我完成了一项壮举啊！最后那一坨芋头可以来洗我的嘴巴，真是太棒了！最后那个芋头可以来洗嘴巴，真是太棒了啊！哦，太棒了！哎，我怎么听到啵啵啵的声音？那个是之前应援的那个啵啵啵吗？我现在把耳机带回来了，我现在重生了。对，我用芋头洗了嘴巴，于是我重生了。重生之后不免俗的，哎，你们那个周边卖场欢迎任挑任选哦。这些周边售完不补，对，我们接下来会前进各项非常下趴的周边，好不好？今年度会推出各项下趴周边，请各位拭目以待。好，所以这些算是通贩周边售完不补了。什么？塔瓦，你给我好好阅读好吗？塔瓦，从葡萄干才100个，没有这种东西。我们下周待续。好，我们的重训在今天完成了今天的扣打了，好不好？重训在跟我们的生成的重训餐，好不好？对，其实我倒觉得这样其实真蛮健康的，因为爬虫寄过来的东西其实真的蛮营养的，而且非常适合重训。稍微调配一下，我觉得我的肌肉要双倍的回来了。对，我的肌肉要双倍回来了，真是太棒了啊！これ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机器啊，所以这位是机器人吗？这位是这位 WR 先生是机器人吗？对，不管是不是机器人，我觉得我现在脑内非常非常的快乐。对，我觉得运动真的是使人快乐。对，今天这个配信可以跟着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深层的爱以及深层的重训餐，我真的把它玩死了。这个当下我真的觉得我没有辜负你各位的期望，应该啦 maybe 啦，虽然说最后还是吃得很痛苦。会留着这个护身符吗？护身符？有什么护身符吗？好，总之接下来我看一下时间，来到了1点19分哦。其实我很想挂着，我很想挂着工作台，可是接下来录一些素材，我还有要录影给 V 鹏鹏，我觉得可能还是先。我们先看一下，待会如果要降落的话，降落去哪里好了？北沙屯妈祖遐无法度降落，白沙屯妈祖那边很像没办法降落的状况下，我们先看一下待会要降落到哪里去好了。看一下哦。所以白沙屯妈祖，我看一下，他们已经，像我看一下是有新的吗？他们现在是在驻驾了。对不起，我明明是要看说像谁在开台，但是不知不觉我的脚步又跟着就目前是驻驾在哪里了？我看一下，驻驾了，对，应该是驻驾，应该差不多要休息了吧？你们今年有去当香灯脚吗？就是在想说6日有机会去挤一下看一下。但是要看说方不方便，因为今年的人次又创新高了。瓜地喇嘛，瓜地
瓜地马拉，对，都是我新来的，因为我新的账号是瓜地喇嘛，然后对不起，瓜地马拉。Oh, welcome to Dika Channel. Nice to meet you. だけで話せますね。咪一下就要修了吗？等一下，瓜地喇嘛，谢谢兄弟们在替我招呼瓜地马拉的朋友。咪一下就要修了，迪卡辛苦了。我先看一下降落地点啊，其实很想再跟大家聊一下，对，不过很像还是得要专心的去录一些东西。好，总之，但是大家目前如果有生日的一些小礼物想寄给猪猪的话，我们会在生日周那一周开箱，对，所以你们可以先准备起来。对，今年是开放收礼物哦，还有我们的新衣装预测。也即将在没有意外的话，可能下个礼拜或下礼拜就会公开给大家随便涂鸦。对，而且这次新衣装预测，我们的宣传图，大家应该很难想象，居然会是那样的一个形式，很好笑。他已经跳脱长辈图了，所以牛妈不用担心。但是抬到很好笑的新衣装预测图，很好笑。对，牛妈，你又在那边给我眼神攻势啊！爸爸狮子甘乃迪，好酷哦。好。然后我以为你在说甘那迪，不对，因为我就是迪甘那迪甘乃迪甘那迪，对不起，好冷哦。嘿啦，我就是迪啦，咬我啊！我看一下，我好想降落到北沙屯妈祖呀，啊，不过不要都降落啊，不要都降落的，咱去塔塔下好啊，哦。好，今天面线深沉的爱的中讯台大概就先到这边。对，每个礼拜可以这样子生成一下，真的还不错。我会努力的再继续去寻找可以吃到最后然后不痛苦的方法，好不好？今天到后面果然还是蛮痛苦的。总之呢，收礼的宣传图还没制作，宝贝。我就是在烦恼说完蛋了，我原本想自己快点打一打，对，但是时间就是很卡，我在想说。我待会录完素材，看有没有时间去制作。对，快点制作完，快点丢给你们这样子。对，好，瓜地喇嘛是吴昕老师，好，大概是这样。那么收礼物的地址就是我们那个老地址呢，那个高雄市工业国，对，然后某一区的民壮邮局，对，民壮邮局61-7号专用信箱。就是朱迪卡的收件专用信箱，对，那个很像在我们第4也找得到，对 ，OK， 大概是这样子。然后用它简单制作，好，水灵宝贝，那要怎么制作？要怎么制作？许香伟，等一下，水灵宝贝现在比我嗨，好厉害，水灵宝贝。可是水灵宝贝还是我把图丢给你吗？水灵宝贝那边有我的图吗？我想说用这张随便制作一下。看一下哦，这边有一张图，我觉得可以随便制作一下。好，我先把素材丢给水灵宝贝好了。这个，我先丢给宝贝。对啊，宝贝没关系，如果你没空弄，我就是快点再找时间生出来哈。对，老地址了，没有错。下礼拜要去大高雄工业国会，来个大高雄钢牙沟哦，很热哦，补充水分哦。对，是的，水灵宝贝就是这个，我想说用这个简单做就好了。对，大概是这样子。好，我也快点去沃克了，兄弟们，明天是我们久违的跳痛歌回哦，真的是很久违。对，我们真的已经有1年没有跳痛了吧？800年没跳痛了，好不好？明天来跳痛一下啊！太好了，水灵，谢谢。牛妈等一下，牛妈露出了现在看了一下，在新农公司租价，对，新农那边在我开台前我有看到，然后目前好像不知道又租价到哪里了，可能台中大肚嘛。好，我大概再追一下。
一堆奇奇怪规格都不能再来印刷。好，牛妈没事，我们应该是不至于会印刷，我们只是要快点贴下来宣传，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可以寄到哪里这样子。对，所以他要挡下来，一会儿可能要翻脸这样，都放线上，所以不会拿去印刷。好，一家人没事，一家人不要吵架，你们乖好不好？你们乖。好啦，我是咖喱桑吗？那明仔哥再来修剪吼，明仔哥再来撒你啊，就再来相见一下吼，各位敬爱的面线们，切片尾咯，好快乐哦！重训完就是快乐。我等一下继续再来补充蛋白质，我们刚刚糖分热烈的补充完了，然后蛋白质的部分，我觉得可以稍微再增加一下。好，就是安呢，切片尾咯。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タタ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那么讲到底咧，咱你塔ちゃん的枠哦，要冰刀啦，请下好你的安全带，准备要降落啊哦。好，目前妈祖在彰化吗？好哦，好牛妈你乖，牛妈继续激烈这样。我说发到谢谢，然后谢谢你们，对大家赶紧继续握课吧。然后夜班的要睡觉的朋友们，好好休息哦。突然变成刘妈秘辛，是お疲れ様，谢谢你们，明天见哦，跳动歌会见哦，很跳哦。很跳的那种哦，应该啦 ，maybe 啦。可是你们的抗性这么高，搞不好已经对你们而言不跳了吧？科科。